社武秀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市大寮区最近好未少人发现讲，和这个青豆丁占去，而且被发现地点伫幼稚园附近，有家长就看到一只有够大只青豆丁，迄伫树仔顶，上无讲70公分遮长。反正讲囡仔受伤，就赶紧通报里长甲农业局去处理，农业局派人去掠，想要到一暝尔，就掠74只。 树仔顶有一只做大只的青豆丁，就亲像恐龙共款，身长差不多70公分左右。有民众带囡仔来到公园上，看一个黑马闪亮，吓死！因为这个蛮大只的啊，因为我是担心绿鬣蜥已经怕会弄到小朋友。好像水哦，我还以为是水哎。他会把那个菜哈从那个头那边剪断。当时有家长在树上看到一只好大一只绿鬣蜥，由于距离幼儿园非常近，因此赶紧通报当地里长。里长通报农业局了后，赶紧来到附近掠这只青豆丁。好，来起来好。想到伫咧昨日昨这2天，就掠到拢总74只。 大寮区都是以农民居多哈，那他们辛辛苦苦栽种的那个农植物啊，遭到那个绿鬣蜥这样子，那他们也有苦没得树啊。这个所在就伫咧高雄市大寮区的上寮公园，农业局讲捌伫咧上寮里、大寮里、会计里、会社里的所在掠过，这个豆丁算是美洲青豆丁，上大只有到2公尺这尔长，佮捌掠过160公分长黑，因食草啊含细只饲人类动物，一般拢袂 主动给人夹。同时，因为最近正好是适合绿鬣蜥繁殖的季节，提醒民众如果看到绿鬣蜥的时候，可以拨打1999。农业局当时嘛讲，民众若买饲，千万莫乌白蛋，较袂造成生态危机。不过，伫咧店前的社区内底，刷发现70几只的青豆丁，有真侪民众心惊惊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